拍摄，我是郎祖云，分享出款客家新诗，看下关心应该客家诗。我在看一个摄影集子，这个呢是守望苗栗的一个客庄生活故事的影像，地图就看到很传统的客家生活，你看像呀，米奇木有冇？哇，大家一定都吃过。还有你看到呀，温族鸟就敌嘞，是一定有婚丧喜庆了。特别跟你啊，懂赏。姑说呢，平常不太容易吃到猪肉的，那要吃到猪肉的时候呢，就会有我们的宴客菜，很多西荤西草，那个很多西荤西草呢。呀哈，就要请人的国宝级的漫画大师Kim Gu刘兴清老师来跟我们分享童年的记忆。大家好，我是刘兴清，谢谢您喊我参读透Kim Gu，前为了人，前为没啥人见到咧，没啥人唔来咧，睇这个系我罗古读Kim Gu，转后讲古基本咧讲先生气那啲客家人时文时草强人特白强人咁样嘛难得咯，又讲不人强又一串澎湃好事就当欢喜。刚是强人一看，要该不管发来人也强那些贵重人都有，亲戚朋友我有个堂头就我是，强人亲人。你讲都咋好？我写一首打油诗，就这样写：亲家宴客我做客，围坐某兰台上坐，是文是草前来过，里面就是小腊肉以前是中药乱简单狗烟狗这样又是古所以做好事又澎湃好事啦，还是。当就是个想这个电人的爱你吗？你也两百年你新生气，你为所有些普通捕风搭皮当然强人下人善毒作电冇很多，冇重量作电又好做，冇个作电来不到呢？本人强杀，你的父权夹北人下亲戚朋友。去不去讲地讲基不卡作个唔啦，作个卡能是，电脑也卡是，我卡仲有才，圈才仲好多，办到是，转了办到是，和台才个到是，有仲乜个才，那能是参加？那都土动有嘛？乜个时温时潮咯，时温是你。有个油箱，特别装那个煤油的油桶用过之后，它感应成为废物利用拿到来这里为装盖采用温盖，普通温买了咸菜啦，温咸菜，温你个笋干，温你个菜头和你个所有样个温来菜，时温菜头啦、笋干啦、咸菜啦，还有狂肉，个狂肉就点要紧来啦。冇狂肉你是拍行的啦。比方说，开音讲错你做个，谁要买谁音呢？莫兰，用个体内个电脑嘛，敲通效果敲个敲杀个表人，声音处理会有个主人呢，个北京下个不用人，全部把它填销你将因讲出来，讲过了哟，还接菜，一接到你表落去，哇，睇这个还是shit你像你接菜。挨头摆一些，个时炒嘛个咯，炒你的韭菜啦，
炒啲海南條啦，炒白菜啦，之前仲炒芥，我一擺啊，食到，cái chèn擺到出ăn多出來，我食到本地豬肉啊，我歡喜咧，cái剛才已經講緊多些，cái炒芥春菜，炒芥春菜蛋糕，要養得佢豬肉喎。烏油暗瘡黑白，來看到你冇병過體曉，過體冇事咯。你只剛才過來，猛병下去，還是氣死來，手拿到接起來，那個最多是什麼身體炎呀？我這同我是因為還是很見笑哦，同你做乜啦？會笑死你，先冇睇這個。請家宴客挨做客，為定摸蘭潮桑楚，試飯試炒全來過，地度就係小了肉。好可愛啊！虽然呢不是懂標準啊，不過呢可以形容出當時我們的阿 King 姑看到了宴客的時候，他心中的那份喜悅。的確，小朋友就是這樣子，人來瘋嘛，有人下來坐，也係去騙人服下、裝人下都一樣的。那麼在台灣呢，也有一對非常可愛的夫妻，連客家妹嘅 Claire， 還有客家嘅Selong，也就是 Calvin 呢，這一對夫妻兩個人，他們希望用創新健康的概念，鼓勵大家吃最健康的客家食物。有可能嗎？客家菜底肚冇不用鹽，冇不用油，你覺得做得到嗎？強寬。一套令人雖然三冊實質太同嘅迷你客家佳肴，係客家妹嘅 Claire 老先生 Kevin 用改良方法做出來嘅，唔但提升食物嘅香味，同時更加具有口感，還做得健康加分。其實做出來 Claire 小學3年生就有做客家菜嘅營養，一擺因為啲做下就有研究推薦出貨。佢開始思考客家菜係唔係也做得用少油加健康嘅方法嚟做。買嚟聽一套博嘅 Claire 老先生向下討論，讓我用高溫蒸氣、老固定溫度翻炒嘅無油無水烹調法嚟增加食物嘅風味。飯後你快嚟添加嘅傳統。做得高年客做出健康迷你料理，你還記得到最大的理想。像比如客家炒粉，我們可以借用表面的油啊，那個來逼出油，然後你就有豬肉的油，它又耐炒，因為動物油耐炒啊。好的油，那你炒太熱、太過火，它就會變質。那你先借用它表面的肉的油來逼出油，然後再用它油來炒豆乾啦、炒魷魚絲啦，哈，那再炒起來呢，你可以用少少的一個調味料哈，當然胡椒鹽是最好，可是那客家菜一定要有醬油香，好，一定要果果的，那我們可以降低那個調味料，就可以讓它很美味。我吃過2次這樣之後，我就覺得哇，我真的就覺得我身體有比較，就覺得我精神很好。我想哇，後來我就覺得我要好好的趕快把這個學好，然後不僅是為我自己的健康，我也想為我的家人啊，我就投入比較多的時間，就趕快去燒，因為要把以前的習慣要改掉。Claire 老 Kevin 用5成皮嘅做法，便宜嘅價格，揾一般民眾最得食到美味健康嘅料理，而虧得嚟唔少錢。為到傳統嘅工作 ，Kevin 講，食過耐勞嘅 Claire 無痛每日無按機，
3年来，佢哋都常常無限到早晨3、4點，甚至於就在地下室睡夢。大概看到佢都私床轉來時間買暗到床啊，就請講講哈。假設佢跌到200人咯，真嘅有一年呢，佢轉來時間啊，哇，就跟用書啊，名定嘅師傅頭講，媽咪，清痛誒，你會清痛講，因為呢，佢都買湯到出嘅天如何落水嘅時間呢，就挖到幾十年坐到天來行，嘅師傅就比嘅脊椎被創到，啊，唔過佢還講冇關係嘛嘅，今年也好，今半年好，有年下來，佢講誰去看醫生，佢講唔，佢哈。所以得到薄片哈，佢全部啊，天爺要件事情個，我弄個後生東西先弄人下照顧到。我每次買菜，他先給我呢，他知道我菜錢是不惜成本的啊，他可能先給啊，第一天先給5000啊，然後我說不夠，我欠人家錢啊哈，那有時第二天給8000，然後我說還不夠，然後就是一直拿錢哦，我知道說。他每次他開出去的票很多要嘎，可是當我在買食材哦，他會有痛，可是我覺得他還是給我。可能大部分觀眾們可能就看到我們在熒幕上啊，好像很 happy 啊，親來親去做菜，可是背後啊，我跟你講，可能昨天晚上他打電腦打到凌晨5點多啊，真的是要把電腦摔在地上不打了，因為來不及了。每次我看他眼鏡要弄越來越深的深度啊，我就覺得很難過，因為就是打食譜打到凌晨。克萊爾老 Kevin 無論幾辛苦，都堅持用愛心做米油烘菜。整批米船就像係在戰場上作戰，分秒必爭。無論主食、配料，全部係真材實料親手做，像洗、泡、溫土、時間，全部有嚴格嘅規定。3年來 ，Kevin 為咗愛買最新鮮嘅食材，常常一太早6點鐘起人檢查，將市場上買轉來。有時時冇滿意，天明日就會再過去買更好嘅食材。假使講將來呢做嘅辣椒醬啊，我本人溫呢哈，其實做嘅醬哦，自家煮哦，而家哈辣椒嘅哦，一條一條剪到哎呦講軟甜，很姓馮哎，他說那些辣椒樹這樣多，味道安樣哦，啊大概30倍的鹽加講，你話煮落去你以為啲。咁咪用人啲，咪因為啲到你做嘅東西按辛苦，結果冇人啲冇關係啊，挨啲、鬆啲。天然食物最沒有副作用，如果這樣吃，從小讓小孩這樣吃，他生病的幾率會比較少。一個家庭只要有一個人生病哦，其實全家的一個生活都被打翻。呀，周邊啊，附近呢全部嘅床墊，大家如果哦，兩公婆行嚟，大概半年哈，我兩個應該就走路咧。就意思講我兩個一天做唔落去嘅，冇想到呢，兩啥就我不信，就是已經相信講，只要假設你做錯嘅事情哈，係堅持你做嘅些事做錯嘅事，一定做嚟行落去嘅，冇想到到第3年就了2000人萬嘞。當2-3年的煩惱未來嘅時節，都好有一隻從新加坡來嘅友情，我記得了去2-3年做義工，搞癌症嘅病人做菜。克萊爾賺到戶卡，我出門前，老爸爸媽媽講，記得了我去新加坡嘅一天，冇想到爸爸媽媽冇接批，只係老佢講一句，唔歡喜就好，呀，讓佢十分感動。爸媽都講句話，哈，沒了錢還要做義工，就是做義工又冇錢啊，那去啊。好啦，冇關係啦，你歡喜就好咧。阿爸答如果你歡喜就好咧，幾時啊？你哋去新加坡嘅馬來西亞搞幾個病人啊，食健康嘅時間，牽頭病人出食到牙連出哈，出流目子。嘅出講之後啊，冇想到假設合作一啲嘅，你是你要種煮菜嘅方式，又冇油，又冇油鹽，又食到師傅營養嘅時間。後呢，啊爸爸媽媽就冇走嘞。但是談到給的，就是生病的家屬供了種花的時間，我哋親到的安慰的時間，是講哇，原來你的我同我老公來到新加坡，原來兩種的料理的方式真的可以幫助你呢。
原來開場聽要賺錢，冇賺錢冇重要，重要係上帝本來呢種嘅教人食健康嘅料理嘅方式，一個手藝啊，要傳續下去，要延續下去，真正的繼續教人要咩食健康。他不只是要嘎3點半，所有的人際就是跟客人啊，然後那個還有就是給我一個家是乾乾淨淨、整整齊齊的。可是呢，他最厲害的就是說，雖然經濟會就是嘎3裡面很辛苦，可是其他的東西他會讓你感覺好像他不辛苦，做得很輕鬆，沒有一個埋怨，沒有埋怨過。所以我覺得說，真的去哪裡還可以找到另外一個第二個他，我覺得真的是零，沒有。我看得出來他是有信仰去支持他，只有信仰支持他才能夠無怨無悔的付出。但是跟我經營餐廳其實有點不一樣，畢竟我是盈利嘛，我的餐廳是盈利，所以當然難免就會有那個就是成本考量，所以很多的事情我必須要有計劃去做，我必須要理性重於感性啊。那可樂他們的話是真的會追求理想，所以他們可以就是不斷的付出，就算這個是賠錢，他也一定要做，也因為這樣子他才做出來食物就是很有心嘛，這個食物才能夠感動人嘛。原本認為上海教大家是在健康而快傳統嘅 Claire 老 Kevin， 在爸仔嘅壓力底下，未曾見勝利，但係癌症病人嘅話已經層層打通佢哋嘅心，為家人做出係一種愛。Kevin 是客家女婿，也没讲他发。不过他每次回去跟 Claire 的那些阿婆啊、阿姑婆啊，在那边搓汤圆啊，在那边做伴的时候，我就发现 Kevin 他会很融入，然后他也会用那个国语客家话，然后去跟阿婆啊问说，阿姑婆问他们说啊这个怎么做啊，会不会太油啊？那其实我就发现，其实 Kevin 他想推广，那他其实也会從老人家長輩的智慧，然後他再去改良一些創意的想法。透過彼此嘅經驗來分享，食物未最大成為分享愛嘅一種東西。Claire 老 Kevin 3年來共同經歷解決困難，在上帝嘅愛中重新得力，看到風暴過後嘅恩典，使佢哋都更加挖苦上帝嘅帶領。我記住 Claire 老 Kevin 在傳堂接待好消息電視台嘅節目總經理，從此開始嚟佢哋度同時開傳堂老錄節目嘅想法。1998年從 Good TV 的健康家族開始，他們就在推廣無油無水烹調的一個烹飪方式。當時其實就會覺得這種曲高和寡，可是有一天後來一直到這幾年，我們已經到2000，你看現在2012年，我們大家在做節目的時候，發現現在所有養生觀念，其實就在10幾年前 ，Kevin 跟 Claire 早就在推廣了。他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讓來吃的人吃完了以後，他們可以回家自己去做，然後做完了就可以家裡每個人都可以吃，那這樣子就可以有比較多的家庭，還有比較多的人，他們可以吃到這樣比較健康啊，讓對身體比較好的這樣的食物。佢哋唔是東亞床條老師，大概天師食唔同，你就會看到人做那種健康的料理啊哈，佢做都用天師沖啊，以前誰時節，就會看天師來學料理，你下至少呢，青島後生呢，我哋發現兩幾年開始有下後生，以前是阿婆啦、媽媽啦，哈年紀差唔多50歲、50歲，你下30歲甚至還有40年開始看人的節目啊，來學用辦做健康的料理，咁樣所最大安慰的。愛不要行通實踐出嚟，將做嘅本人真實感受得到，常常必須付出更多嘅心力、時間、耐心、毅力，甚至於係不求回報嘅精神。講到客家文化，就會想到乜嘅呢？客家美食，唱誒。客家美食在我們客家文化當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懂得嘅朋友懂下生嘅客家菜。不過以現在健康的眼光來看，
哈嘎菜因为保存节省的关系，它的口味似乎重了一点。不过，从我们的 Kevin 跟 Claire 他们的努力创新之下，哈嘎菜还是一样好吃，但是变得更空天，而且也更能够吃到食物的原味。这样子的话，就能够让更多好爱哈嘎菜的朋友受到懂欢喜、懂安心嘞。我们就在这样喜乐的气氛当中，一起聆听这一首全世界大家好敬拜你。上帝的你所做的神在里面，你给人的爱不灭，生命要丰富，全世界太高，我会敬拜你，对你颂颂，颂赞你的名。全世界大家爱敬拜你，耶稣国外唐起来就懂有喜庆、懂喜乐的味道。古手亚哈阿强应该哈嘎圣公团的指挥，也就是陈建中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一开始啊，就要唱欣赏高恩泰嘎讲，全世界大家爱敬拜你，要给哈方有蛮讲。好，这一句话呢，就是说全世界泰嘎爱敬拜你。但是你刚才讲的国语就不对了哈。讲国语的时候就变成全世界大家要敬拜你。爱就是要。对。那爱才是好，对不对？对。用法不同，古手跟哈嘎用情，不要搞错了哟。那现在请老师介绍一下这个曲子，您的词跟曲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这个词呢是根据诗篇第66篇第1节到第4节，这一段词来谱的曲。那作曲者呢，是我旅居在美国的大哥陈建台博士，他是一个作曲家，他谱写的，听起来一定觉得很好听吧？对，很开心，很喜乐。你知道为什么听起来很开心？为什么？因为它的配器我后来配器配的用的乐器，给人家感觉到很轻快活泼。大家刚才不晓得有没有听到前面一小段就是先用这个笛子高音的笛跟古筝来做前奏，当然后面有衬底的就是有钢琴。那另外再加上一个很简单的打击乐器大家有听到口咔口咔那个很童趣的感觉。对，补语就是那种梆子那听起来就是整个曲子又轻松又快乐大家很喜乐的心情来颂赞我们的神。不错，音乐是很大的力量，可以让我们借由歌曲、音乐来更接近上帝，更敬拜他。那这首曲子大家这么喜欢，我们现在就赶紧来聆听一下，里面还有老师所演奏的古筝哦。爱
全世界大家爱敬拜你。这一首诗歌经过了陈建中老师解说之后，您是不是更能听懂其中的意境呢？而且这首歌听起来如沐春风，就好像现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沐浴在大自然当中，非常的轻快，也非常的舒适。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海拜你喜欢谈后谈跟死狗，一定要锁定我们的客家心思，大家共同来关心客家的事。我是郎祖云，我们下次再见。